前阵子呢，这个屏东牡丹湾 Villa 群聚吃火锅度假的事件呢，引起轩然大波哈。不但呢被这个相关的卫生单位呢，可能开罚，那么更发现呢被踢爆，南部行政院办公室执行长陈正文呢，他居然在这个团里面啊，可以说是呢，原来行政院应该要是最遵守了解防疫规定的单位，但是自己身为南部最重要的行政院代表，却带头破坏规定，所以也有人讲说，只许呢高官开心吃锅，不许百姓呢就是纾困解封哈，有这样的一个极大的被剥夺感。要知道现在呢，百姓为了配合防疫每个人可以说是苦哈哈哈，那么也不能够营业，那么呢，小老板们呢，他们也是生计受到很大的影响。但是在这个时候呢，身为政策制定者的行政院南部办公室执行长呢，却开开心心的呢破坏规定出游。那么遵守规定的都是百姓在做防疫，那么带头破坏规定的却是高官在背后捅刀。那么当然这个会让百姓非常失望。那么另外呢，陈正文呢更是过去陈其迈呢可以说是师徒联手的子弟兵，在2018年的高雄市长选举跟市议员选举，陈正文跟陈其迈就联手推出的师徒联手这样子一个宣传。因为呢，陈正文就是陈其迈多年从助理开始的子弟兵所以呢，他们可以说是师徒联手来竞选，那么也师徒联手落选，更师徒联手呢进入行政院那么那个时候呢，陈其迈就担任了行政院副院长，而陈正文呢，就来担任行政院南部办公室的执行长。那么难道这一次呢破坏规定也是师徒联手要来做冷处理吗？是不是因为陈正文在高雄仗着自己有师傅陈其迈市长罩着，所以呢做事情都是大猪大乙，不把规定当回事呢？那么如果在百姓受苦受难，因为现在呢没有生计，需要纾困的时候，自己还顾着吃喝玩乐，也难怪百姓急疫苗政府不急，百姓急纾困高官不急，因为百姓的痛苦高官根本忙着享乐，根本就感受不到，这也让我们感到非常的失望。我们也要请问陈正文现在的直属长官苏贞昌院长，为什么到现在没有做任何的处理？难道你是包庇吗？难道你认同这样子的行为吗？苏贞昌院长，你应该有个基本的态度。作为师父的陈其迈市长，你也应该有一个基本的态度要表态陈正文今天在高雄有这样子一个态度，是不是你纵容，或者是你甚至是你调教的结果呢？如果没有的话，你应该要出来予以严正的谴责，而不是呢放任大家呢对于民进党人在高雄做官任职的印象大坏，不是弄脏了新闻局长的桌子，就是下台还可以随便酒驾，不然就是在大家很困苦，在遵守防疫规定的时候打破规定，爽吃锅、爽度假、爽去 Villa， 这不禁让我们怀疑高雄的民进党人在任职的时候有没有受到完善的监督，还是呢逃避监督，在做一些荒腔走板的事情。如此，大家怎么可能对执政党人在高雄、在南部这样的行为有信心呢？更是一个对于努力遵守防疫、共同想要同岛一命撑过纾困、撑过疫情的百姓最大的羞辱。